Hello， 大家好，歡迎收聽靈啱冇間嘅 channel。今日想同大家分享嘅 Golden Future Oracle 係第39章 Crystalline Light Body Build Your Crystalline Merkaba， 係關於光體，關於梅爾卡巴。喺黃金未來嘅時候，人類會由本身3次元以碳為做基礎嘅身體，蛻變成為5次元以水晶為基礎嘅身體。呢一種嘅轉變同埋蛻變係會由細胞嘅層面開始。當我哋嘅身體越嚟越多光，越嚟越多愛、智慧同埋知識嘅時候，我哋就會踏上呢個揚升嘅旅程。我哋嘅靈魂可以以梅爾卡巴呢一個光體去周圍遊歷。一開始嘅時候，你嘅梅爾卡巴係由2個唔同嘅金字塔所組成，一個向上，一個向下。但係當你成為5次元嘅光體嘅時候，你係可以擁有更加多嘅神聖陰性嘅力量。咁你嘅梅爾卡巴就會變咗做圓形，而呢一個圓形嘅光體 Orb 就係你嘅水晶光體。佢係圍繞住你嘅肉體嘅，圍繞住你嘅肉身嘅，亦都係會反映佢嘅狀態。咁所以我哋需要令到自己更加光，食啲輕盈同埋健康嘅食物，飲一啲純正乾淨嘅水，能量好嘅水，同大自然連結，同埋做返一啲嘅練習。除此之外，亦都可以注意我哋嘅思想、行為以及言語，盡量都係令到佢哋帶住正念同埋好嘅能量，亦都可以多做打坐、冥想同埋與揚升有關嘅練習。喺黃金未來嘅時候，所有嘅人嘅身體都會安住喺我哋圓形嘅水晶光體入邊。呢一張卡亦都想提醒我哋，每次當我哋深層放鬆嘅時候，我哋係可以接受多啲光進入我哋嘅身體。所以每次我哋深層放鬆嘅時候，其實係可以主動帶住意識去觀賞自己已經身處喺一個圓形嘅水晶光體之中。而為咗令到我哋可以發展呢一個光體，呢一張卡都提醒我哋係時候作出一啲改變，特別係要好好照料我哋嘅肉體、我哋嘅身體，注意我哋所做嘅行為、所說嘅話同埋我哋諗嘅嘢，俾多啲時間同大自然連結。所有呢啲事情都係會由細胞層面開始去影響我哋，繼而影響我哋所發放嘅能量嘅品質。我哋可以邀請大天使 Mariel 嚟到幫我哋。大天使 Mariel 係帶住紫紅色 Magenta 紫紅色嘅光，亦都係幫手掌管我哋嘅靈魂之星呢一個嘅脈輪，去幫助我哋揚升，亦都會幫助我哋將我哋更高嘅光體扎根。我哋亦都可以深呼吸放鬆，並且觀賞自己嘅梅爾卡巴好似一個閃令令發晒光嘅圓形光體咁樣包圍住我哋。然後我哋主動帶住意識地令呢一個光球、呢一個光體越嚟越大，向外擴展。當佢一路向外擴展，發放能量嘅時候，亦都會掂到其他嘅人、其他嘅傳友，繼而啟動佢哋嘅揚升之路。今日嘅分享就嚟到呢度，多謝大家收聽，拜拜。